家《西遊記》呢一段係塔澤庫爾干河嘅上游，下面呢條就係 G314國道，一路直通去巴基斯坦。塔澤庫爾干嘅意思呢，就係石頭城。呢度以前呢係羯盤陀國，西南方面就連接住中亞嘅塔吉克斯坦。呢度就係塔吉克族人世代居住嘅地方。我哋而家揸車落去個農村裏面睇下先。你是塔吉克族吧？啊，塔吉克。哦。嗱，呢啲羊都係佢養嘅，總共有200幾隻。河谷裏面嘅農村好寧靜。啊，你好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哎，你呢？啊，還有你呢？哦。好開心哦！細路仔都去返學，識得講漢語。由縣城去紅旗拉普國門，仲有120公里，揸車要2個幾鐘。而家係10月初，山上已經開始落雪，沿住 G314國道一路上山。終於去到停車場啦！而家得返零下4度啊！嗱，呢度我哋後邊就係紅旗拉普口岸，一路過呢個山，一路上去就係啦。不過嚟到呢度咧，就截住咗，呢度一整咗個景區，就要喺度買飛。排隊坐景區車，啱啱出太陽啊，好靚啊！遠處後邊就係巴基斯坦啦。嗱，我哋由呢個深圳中國南大門揸6000幾公里、7000公里嚟到呢個紅旗拉普巴基斯坦嘅國門啊！咁呢次都犀利啦啩，由最南走到最西。紅旗拉普國門海拔有5100米，差唔多就係珠峰大本營嘅高度啦。喺雪地上面行都會喘氣。好難啊！呢度影相啊，我哋企喺圍欄外邊影，嗱後邊就巴基斯坦啦。嗱，我哋睇下嗱，呢度哇排晒大隊去影相啊！嗱後面呢就係中國嘅國門啦。塔澤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嘅西南、西北、南面分別同塔吉克斯坦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3個國家相連。通去巴基斯坦嘅道路暢通。但係如果大雪封山嘅時候，有可能暫停通車。雅汗走廊係一條狹長嘅山谷，全長400幾公里，中國就佔1/3，阿富汗佔2/3。19世紀
大英帝國侵佔咗印度，沙俄帝國就侵佔咗中亞，雙方擴張勢力就喺呢個地區交戰，最後將亞汗走廊定為中立區，以此為界。一路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先至交返俾中國同埋阿富汗。可惜近半世紀，阿富汗政局混亂，冇辦法安全通行，先至改道去紅旗拉普嘅。呢度係亞汗走廊嘅入口，離開阿富汗邊境關口仲有100公里，但前面已經唔准通行啦，唯有落車影相啦。咁啊，你睇到嗰個山谷咧，就係由呢度行400公里穿出去，就係阿富汗過伊朗，就落返去中東。亞汗走廊係絲綢之路最古老嘅通道，當年玄奘法師由印度取經返嚟，就係經亞汗走廊去到塔澤庫爾干，經過塔沙古道返去中原嘅。最近幾年，中亞烽煙四起，戰爭不斷，都唔知幾時先可以安全咁自己揸車穿過亞汗走廊。